你干嘛？我来洗衣服。我在洗澡。那我先出去。哎，算了，反正你眼睛也看不见，你洗吧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今天谢谢你陪我一起演戏啊。你为什么不愿意娶仙灵千金啊？其实他说砍不砍头都是吓你的。我知道，可是在我们那儿是一夫一妻制，要是违反的话，那是要踩缝纫机的。踩缝纫机？啊，就是坐牢，蹲大狱。那你把我休了再娶她，不就不用踩缝纫机了吗？你就那么想我休了你？我是个废人，我什么也不会，眼神又不好。你跟我在一起，我只能是个累赘。好了，你别念了，我会想办法带你去治眼睛的。这次我申请到长安当力之使，就是为了带你去长安治你眼睛。谢谢你。我怎么又忘了？他看不到啊！我的妈呀，全看到了！我去晾衣服。你眼睛不好，我来吧。